2025年4月10日，四旬期第5週，星期四，主題：耶穌是誰？呢幾日我哋已經聆聽咗《若望福音》嘅第8章，我哋注意到耶穌同佢嘅聽眾之間嘅緊張關係係點樣建立起嚟。喺今日嘅段落中，呢一種關係達到去極限。人們指責耶穌附有魔鬼，並試圖殺死佢，因為佢講咗褻瀆嘅說話。耶穌所做嘅非凡嘅事情，以及佢對自己嘅斷言，確實係令人震驚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誰如果遵行我的話，永遠見不到死亡。邊一個能夠講出咁樣嘅說話？一唔係就係一個神經失常嘅人，一唔係就係聖經中上主所啟示嘅人。在亞巴郎出現以前，我就有。耶穌係自有者嘅啟示，佢創造咗萬物，用佢嘅說話恢復咗生命。耶穌喺雅各伯井旁邊遇見咗嘅一個撒瑪黎雅婦人，將活水賜俾佢。呢個婦人講：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先雅各伯還大嗎？若望福音4章12節。今日耶穌為嗰啲遵守佢嘅說話嘅人準備咗永遠嘅生命。猶太人問：難道你比我們的父親亞巴郎還大嗎？耶穌是誰？係福音主要嘅主題，亦都係教會宣告嘅主要方向。撒瑪黎雅婦人同埋猶太人被耶穌提議震驚咗。我哋今日喺福音中聽到：你把你自己當作什麼人呢？喺撒瑪黎婦人面前，耶穌承認佢就係猶太人盼望已久嘅默西亞。喺猶太人面前，耶穌承認咗佢嘅神聖身份。在亞巴郎出現以前，我就有。自有者係上主喺出谷記中啟示俾梅瑟同埋以色列人嘅名字。呢一個係令人震驚嘅聲明。我哋今日經常忽略咗呢一點，但係今日嘅福音整個段落都充斥住呢一個陳述。耶穌點解講亞巴郎睇見佢嘅日子極其高興？最後有一句有名嘅講法：你還沒有50歲，就見過亞巴郎嗎？根據馬竇福音同埋路加福音提供咗信息，我哋估計耶穌出生喺黑落德王死前嘅幾年。我哋亦都認為佢死時係33歲，但係仲有另一個古老嘅聖傳認為耶穌喺開始傳教嘅時候已經係46歲。呢一種情況下，耶穌同黑落德王重建聖殿嘅年齡係一樣。咁耶穌係邊一個？佢嘅人格同埋生命有乜嘢嘅奧秘？福音嘅宣告令人驚異，喺亙古嘅時候已經存在，生於童貞裏，取代所有用石頭建造嘅聖殿嘅活聖殿，以及睇唔見嘅天主嘅肖像。我哋確實相信呢一個宣告，但我哋必須意識到，仍有一啲人唔能夠接受，甚至用各種方式去反對佢。